从超级星光大道出身的32岁歌手林心怡，因演唱过的电影主题曲浏览率累计破亿，被封为亿万主题曲歌姬。日前，她趁着假期出游旅行放松心情，岂料一段飞机上的惊魂记，让她余悸犹存。林心怡日前趁假期前往瑞士旅游，走访苏黎世市区景点与登马特洪峰欣赏雪景。其中1日，她独自飞往德国半日游，还在柏林围墙邂逅一名也独自到柏林旅游的俄罗斯女孩，两人相谈甚欢，开心合照道别。林心怡带着愉悦心情搭机返回苏黎世，没想到竟在飞机上发生一段惊魂记。当时林心怡座位隔壁有位约莫同龄的男子，在机上用餐时，两人同时接过空服员给的饮料。她看到男子打开饮料喝了一口后，下一秒竟突然翻白眼，身体瘫软，直接晕厥。目睹这个情景，让她直冒冷汗，非常惊吓。但为了不引起骚动，林心怡仍然冷静按下服务铃，并小声告知空服员隔壁男子的状况。飞机抵达后，虽然不确定男子的状况，林心怡衷心期望男子平安没事。对于突发事件，也让她更体会应珍惜当下。近期都在专心筹备新歌录制的林心怡，预计上半年推出个人新作。先前歌曲《屡创佳绩》、电影《等一个人咖啡》主题曲《等一个人》YouTube 破7700万浏览，受邀演唱动画电影《冰雪奇缘》台湾版插曲《Let It Go》，还有于2016年发行的歌曲道听途说也突破4600万次浏览，荣登 YouTube 华语歌曲点阅率排行榜前10名。也因为如此，让林心怡倍感压力，在旅行结束后将专心投入新专辑录制，期望尽快推出新曲与粉丝见面。